首先要處理嘅就係你個生活習慣，你幾點鐘瞓，幾點鐘起身，呢個都好重要㗎。以前即係做農夫啲人就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咁即係話你如果能夠譬如10點零鐘瞓覺啦，夜晚有啲人咧覺得哇好早啊，你有冇搞錯啊？即係有時冇12點都唔瞓噶嘛，喂有時1、2點添啊，有啲人係嘛？呢個咧就唔使諗啦，你唔好練琴啦。首先要搞掂嗰個即係每日嗰個時鐘啊，即係你個身體時鐘，你即係你要即係要克服好多呢啲咁樣嘅壞習慣嚇。首先就係要習慣，你話我瞓慣夜瞓㗎。OK， 如果你想搞好你自己嘅身體，咁咧尤其是練琴嘅人你譬如我今晚我10點零鐘瞓覺，盡量咧要瞓着佢。咁咧起身嗰陣時候咧，你又起唔到咧，你就一定要夾硬起。嗱，你克服呢個賴床嘅呢樣嘢，你起咗之後咧，然之後咧你就會覺得好辛苦，頂到夜晚咧，千祈唔好瞓覺，頂到夜晚差唔多10點零鐘嘅時候，你一打落床可能即刻瞓着。咁第1日、2日、3日，我包你2個禮拜。如果你每日都夾硬要起到身，每朝早起到身嘅話咧，跟住夜晚就好攰，即刻瞓着。咁你將個時鐘一校翻先，好啦，然之後搞掂咗呢個時鐘之後咧，你就起身第一件事，最好你能夠7點鐘起身啦，朝頭早第一件事就係即係啷完口洗完面之後咧，飲杯水，呢杯水好緊要嘅嚇，即係沖走下啲垃圾咁樣嚇，即係提升你個一日嘅 energy 開始係充實下，水係好緊要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坐喺個琴嗰度15分鐘。譬如你上堂你學一啲基本嘅嘢之後，譬如俾一堂你呢一堂裏邊嘅嘢咧，你能夠每日15分鐘去練呢一堂嘅嘢咧，你就會好有進步嘅嘅機會啊！因為你每日練嘅時候咧，但係仲要咧係要 concentrate 點先 concentrate 得？咁要講翻你中唔中意彈琴先？如果你真係中意彈琴嗰陣時候咧，你唔好以為我好中意我就會練得成。No， 唔係，練唔練得成唔係因為你中唔中意，中意係最重要嘅第一步。你唔中意根本就唔好去練添。如果你第一步搞掂咗，你睇我好中意彈琴啦，咁你就以後要克服好多困難，嗰啲所謂你嘅壞習慣要改啊！喂，如果你改到係對你嘅健康係有幫助喎。你坐喺度15分鐘 concentrate 練，你係咪要顧隻左手啊？左手又顧右手啊？右手左手點樣合作得愉快啊？咁你要用腦噶嘛，係嘛？咁你用腦嘅時候咧，你就做緊運動，腦部嘅運動同埋指揮左右手點樣協調。呢個非常重要啦，呢個係第一步。下次講再繼續，拜拜。